为伫北区开基于防警，为了保障第一线防疫的警察人员的安全，特别关进6座的防疫消毒设备，予北区的6个派出所，包括体感的酒精消毒机、甲体温计。另外，还佫有防疫的消毒门，每一位员警出入，拢有感应式的全身喷雾的消毒，甚至连下底嘛会经过消毒，避免将外面的病毒带入去派出所。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北部的警察单位很多单位警察都有得到疫情都有得到状况啊，结果我们南部这边的讲起来，我们台南也没有装啊，正好我们这北区的有机会是帮我们这北区的六个单位装这个东西啊。它的消毒通道的功能就好像我们在喷酒精的方式一样，只是说我们不用再洗手，甚至直接过去，它就会帮我们喷洒，进出也比较方便点，说不要再麻烦那些动作了，这些疫情会减少很多啊。在防疫期间，警方接受民众的报案或者是办公，目前嘛拢有伫个户外来设置临时的办公室，里庙方关进的6座防疫消毒设备，目前分别装伫个开元、立林、公园、北门、甲实践和位等6个派出所。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。